梅竹。梅竹是蒋调的代表作，其作者本是借梅竹来抒发恋人间的缱绻情感，而如今蒋月泉先生却赋予了梅竹另一种含义。他以其正直的为人，自比梅花傲霜斗雪，又借竹之清高喻指和他心照不宣的听众，期望彼此犹如梅竹般形影相随，心心相印。对妹今生归，代代相交，作与美。与李香香。建国初期，为响应国家宣传婚姻法的号召，蒋月泉先生带头演唱了表现现代生活的开篇《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是由当时人民电台编辑周行根据李济的同名长诗改编得来。他叙说了陕北青年农民王贵与李香香互相爱慕、自由恋爱的故事。
实话取材于汤显祖的《牡丹亭》，他描述了书生柳梦梅偶然拾得一幅杜丽娘的自画像，见是梦中所绘的佳人，心中不胜爱慕。蒋月泉先生用他丰富的唱腔、行云流水的技巧，把柳梦梅的痴情刻画得入木三分。识得花头，做人铺，家人不着非才谋，我知道是死啊，大日里的人，瞧牛来怪个家人，욕骂斗。代代称谁情如泪，因啊因吹水为如崩。家境要是金楼，这金里把人腹痛，生计的那想，梦是花雨里。在那太后是不家家我梦中可是你们人非，今世有少气后
生一行百度，姐姐美人开楼好。吹宝平天心无言，莫不是相思令我够后方追下来结丝楼，那美人儿叫得人悲切飘荡生死，闻怕浮于人，浮因相杀我。玉蜻蜓，桂生林中。桂生林中是长篇弹词《玉蜻蜓》中的著名选曲，它讲述了金桂生在安堂临终前和三师太诀别时的情景，整个音乐颇为凄惨。由于该唱段节奏变化较大，所以极具难度，很能显示演唱者的深厚功力。梦三太谁情意，一记情心开了屏蔽十次方，你学呀青丝发，特下居袈裟，与你耍耍哈子为家。一柄手伸出
再是么家儿带，我再是么树儿娃，为心是几路去马，为望真过你了。我也佛说情做给儿罪，不顾那夜夜花花不儿花，不顾那滴滴匆匆生儿让我听。一定来把一把我定定把大妹啊，我也要把为家。农讲所里教诲深。80年代初，蒋月泉先生的嗓子已经开始沙哑，很少上台演出。然而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他采用了新的谱曲方法，演唱了由江兴文创作的这个开篇《农讲所里教诲深》。开篇一问世，引起了评弹界的轰动，人们纷纷学唱，长久不息。乘风落了白云山，莫迷花开红丹丹，离别洋人，哦，实在心震动中，我欲为来。步匆匆来到农民讲习所，我这老悠悠深情满怀永不来，出宫公家到空室，阳光洒满了红来，放口塘西来山，只见那毛主席
谁立谁将来，要是回去纵横对，当年是我到农江手里举针里毛之人，还嚣张江台苍茫，大地像春来，胜利的火中不胜从此懂得爱后恨，从此一日光彩来，分清的我与杨梅句句来，共侬水为水，推到谁入谁，奴隶方能把身非，奴隶方能特苦难，方将的心少飞，内望临水深交汇，历尽风霜不为一心欲向金军go，谁以丝花盖后，谁日雨打风吹，手白发老子这张也真能飞策马扬鞭，不想冬夏劝妻。本片反映的是旧上海小市民的夫妻生活，它集中描写了茶余饭后小夫妻俩相互调侃的亲密情景，以及上海街头小男人的大丈夫主义。在解放前的空中书场，它颇受人们的喜爱。神君待下百神体，他最在国家
亲，是一起呀，偶遇手艺，也见你却一下一起你不依，我劝你们是实心话，须插带在家中后必为心你的经历是小，虽言后用称高，你们一来需要在门心里，谁是家人岂可下非非，你是否信他语意，岂不要带身带下在背后屁，下半人女在上方柔，几几狗飞对在带轮你，是到他家样子都标志，爱中必定有好心呀，被人是大大路车进男子，我真肯低头，谁知等屁，那娘听下微微是大官人啊，你最回家来心儿是非，下西花插带我娘家乖，在家中我上车相爱
什么奇，在那银布之中还问从想主本人今日东明14，故而一人家来不是非，他们明明是我儿偶两家女，怕只怕是时对太阳下雨起，只好在沙发就是我儿公大白来，口苗作浆，句句不忍你须听，一是寓意非。玉蜻蜓夺子，此曲是中篇评弹《厅堂夺子》中徐尚珍与继子徐元载的一段对唱。徐元载自安唐日母之后，被金章氏要挟与继父断绝父子关系。蒋月泉先生在这里吸收了京剧高伯子的唱腔，并在陈调的基础上谱唱成具有蒋氏风格的新陈调，把徐老悲愤交加却爱子心切、无可奈何的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今家里个动听，今家厅堂得知，过些辰光四面了浪飞龙来嘛，一个三头说一个字。那么实际上真叫自家分过大，搿只水湿对到了3把个厕所浪向，屁股离开凳子，一头人荡空出，眼睛急出，你到底姓什么啊？对儿个你姓什么啊？
到底姓什么啊？经不起爹的猜得进我营的兵，只得缤纷你听讲出这种伤人天良的实话。十儿一三年不是恩，我虽然不认多儿了夫妻亲生养的，但是他亲生的儿子有啥个两样呀？你对我的好，我才晓得。我以前为好理哦道理呀。凡人没计谋，明我两世许是有来应在孩儿身。晓得，我在学堂里向已经认字亲伢子了。呀，你现在再也问我姓啥？说本姓。西上说也这个，本姓不非要靠起经络。那今日出去，你老夫妻俩搞的哪弄法？好少儿语。哎呀，小畜生，你到底姓什么啊？女仔一下会说得出口的了，搿种姓音我怕讲的，说出来别侬要气死个，搿叫我哪讲呢？今日为别人开出口，弟弟是怒气冲天理发情，我倘若今日来出口。那真叫无人容，不能这样做。非不是称我心绝罢，对对，母亲孩儿不信。不比个张国兄一听不行啊，不行嘛，半个儿子气他走。牛仔是，难道你亲生的娘亲不要了么？哎呀，老公啊，你搿句闲话顶胸，
我懂。今朝只要我时时出去，我亲生的娘性命不保。我刚刚想得蛮好的呀。其他的事体，我讲不得许多子。带起头来，带儿来忙忙。对对，母亲，对娘的。这个一双熟文儿出去，所有人的目光在集中到的牛仔的长子口内身上。西洋人正常的来个杂碎，到了3、8个左手浪向，湿对，你到底姓什么啊？说你姓什么？说你到底姓什么啊？一个真是出去，西藏这个人当所谓的凳子啦，一句话都让面孔了啦，就是一人亲，一人帮，半半日日搿口气，慢慢叫了让围上来，眼里老泪纵横。哎呀，畜生！
你好啊！西公，波折轮，胸大，你们冲上云梯，良心比。气呀比松风撇地娘，相识计上于你这种不幸。我今朝打死你三听当，弟弟，你是真实的爸爸，打死了错生放下我心头恨，我们非怕老命来做敌人，砰！出声了！不能打，众手出身非我呀，这佛样的恩人必难道我竟不能将他打他？什么不晓得娘谁一桩？他日莫中因否增长辈，多斗多因太仓王，今
么继母命他相思句，为什么不与对娘共采香？既没相命是忠义，为什么不把相令并对娘？既然没爱当，去把亲娘认，为什么不先告病而告当？既没爱当，成了亲生母，为什么把我们谋在沟中央？为什么听当设下牢笼计？为什么骗我们到此代价上？为什么代价上逼走了鸿门宴？为什么把爹娘当做了害女帮？为什么要逼死爹娘？谁当上他小小的逆鳞人？天亮一丧尽，今日勾神你虽心上，今日里我这大着错身，